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收看客家名路後人。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 Rita 林玉婷。喺今半日嘅課程當中，我邀請大家耳孔打開來，你來聽下來聽客家嘅流行音樂，來做乜嘅呢？來學客家話，係適合用運動輕鬆同自然嘅方式，透過音樂來學客話喲。你今半日嘅課程會分咗有5團，第一團呢會紹介。我係 Rita 林玉婷，我係馬莎本大家很難熟悉我。同時呢 ，Rita 係一個創作歌手，所以喺節目當中基本上會透過我嘅歌曲，兩首歌曲喺度表開心嘅表，是表手嘅表，是做得當放心嘅做節家。透過兩首歌曲，讓大家分享咪唱下來學客家話喲。第二團呢，你是做得透過小家嘅創作啊，用乜嘢心情啊，各自嘅意見本大家來啲。嘅第三團 Rita 是會彈琴，教大家來唱兩條歌曲。我做得講我一句你一句，所以其實唔會當難，輕鬆。詞優詞才，你是聽人唱，其實經講經唱嘅過程當中，你會發覺，哇！我客家話又學起來了。接下來呢，是利用了歌曲當中嘅歌詞來學習客家嘅詞彙、老記憶。最尾第5團是來進行了幾隻課程嘅總複習了。係咪當星期當學教呢？準備愛進入呢個課程當中了，邀請你聽下來。